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民吼。咱今仔日要来和大家来讨论讲吼，若是有一个国家零确诊，你会想要去啦吼？大家已经是可能有当半，甚至是几来年无出国啊吼，尤其受到这个疫情这个影响啦吼。咱嘛讲吼，即阵有一寡这个国家开始咧拍这个预防针，但是你看到讲这个国际这个疫情吼，虽然有当时已经看了较弱啊，但是即阵有当时佫较看起来，疫情佫唱悬吼。虽然讲这个台湾若是要安尼耍透透吼，其实咱讲要行大出去真正有风险伫咧啦吼。所以有个人就踮伫咧国内，咱讲过去伫咧平湖也是金门遮离岛遮，咱就耍透透啊啦吼。搁一届来认捌到咱台湾，但是咱头拄讲到，若是有一个国家是零确诊，搁是一个热带一个海岛啦吼。观众朋友到底你有想要去啦吼？咱讲这个所在就是这个普老啦吼。咱台湾呢，同款是这个防疫这个模范生啊。咱嘛讲即阵台湾要和普老有希望透过这个旅游气泡的这个方式英语或者是 travel bubble 啦吼。咱讲开放到这个国外旅游是第一个坎站啦吼。咱看到这个部分若是做了有透露做了会当的话，咱讲其他国家咱是不是会当来继续来去推广啦吼？但是唔知大家意愿是有偌济啦吼。所以咱讲这个普老是无疫情吼，嘛经过咱讲台湾这个暴力桃园病这个事件已经过了咱讲群聚感染的这个危机啦吼。那么讲当开到这个边境，也是讲开放的旅游，佮有啥物爱特别来注意的这个所在？透过节目咱做回来对话。首先来邀请所有来宾，第一来宾邀请成功病院副院长洪主任。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第二来宾邀请郑和平病院急诊室主任张如泰。大家好，大家晚安。第三位来宾邀请主持导游陈建钦。大家好，大家安。等下个邀请到这个政主普老外交官老书记书记，等下来到咱的现场啦首先，咱要过来看这张图啦咱讲哇，这个旅游气泡到底是不是会当来去完成大家拢咧讲唔免这个居家检疫，咱讲即阵你若是国外回来14天关14天，有的人真正挡袂掉啦即阵若是讲这个气泡会当形成，咱唔免居家检疫，但是回来共款有一寡这个自主健康管理啦咱来看到讲这个普老和咱台湾这个总统家是安怎讲因为总统这个咱看到讲是要推动台湾甲普老这个无菌的这个走廊也是讲安全的这个旅行区这个区内底咧，伊嘛讲哇，这个咱讲2万人口这个总统嘛邀请咱的蔡总统，同款用这款模式来去访问普老啦这对着政治上也是外交上意义有影济，但是咧，咱看到讲到底实际上若是要推广落去一礼拜要有8班的这个无人机班次啦敢真正会当落实啦蔡总统只嘛讲啥？台湾过去目观这个喙炎也好啦，检测这个设备和这个普老的这个防疫真正用轻啦嘛派驻医疗团队伫咧普老协助来防疫啦符合台湾和普老双边防疫的这个规范，真正会当认真来思考到旅游活动会当开始其实咱头拄讲到，咱台湾有真侪这个医疗设备，其实成功病院伫遮已经真久啊啦咱嘛看到讲零确诊即阵普老嘛真正欢迎，因为过去。因就是靠这个观光财，疫情的关系，真侪国外的旅客拢无法度去啊。伊嘛真欢迎咱台湾但是有啥物风险无？咱先请会长。好，我想咱这边会使在即马这个时间点来开这个咱台湾甲拍楼的这个旅游的这个 program 我感觉意义足大的啦原因是安尼因咱去年的10月份其实大家都咧讨论这个题目啊我想主持人阁会记的但是迄当阵就是因为拍楼迄边，伊会感觉讲，咱台湾这边敢若有时有一寡人，在台湾无代志，出国就是有阳性的这个反应的代志，所以当阵就是无讲迄个代志，尾也就拄到这个布利桃园医院咱个秋冬的秋冬防疫专案，即摆这个时机点是我感觉足好的原因，就是讲第一就是讲，因为拍楼因为今年的关系。迄个1月开始，因开始咧做这个预防针。是。即摆已经有3000几个人已经做过两剂啊，所以就完成这个施打。因是讲到今年的4月底应该都有超过1半的人口，差不多8000几个人拢完成这个预防针的这个注射。
啊，因若是讲因有住这个预防车，我相信咱台湾的民众，咱去到迄个所在，因为伊住预防车，伊毋是干那保护伊家己，啊，伊嘛保护咱台湾人去嘛，因为伊的病毒量，就算伊有，伊嘛会较低，啊嘛传播能力会降低。所以我咧想讲，这个来讲，这就是甲旧年的条件已经有无共款的所在。啊，第二个是啥？第二个就是讲。因为帕劳这个国家就是讲，因为伊甲咱中华民国有这个邦交嘛吼，所以咱踮遐有大使馆，啊，咱嘛有这个农技团，啊嘛有阮成功病院派踮遐医疗团，吼，因为国家的病院内面，阮有协调人，吼，在迄个所在负责因的民众，那需要海外来这个大医，吼，来手术，啊，拢是送到咱成功病院来手术，甲来甲治疗嘛吼，所以。第一有邦交，啊，第二住有用车，啊，第三个咱有大使馆甲医疗团拢在帕劳这个所在，啊，佫有一个嘛是最重要的这个条件，就是讲，伊帕劳伊即马就是讲，因为旧年到即马吼，就是讲拢无就禁止任何外国人去遐旅游，所以若是讲开放咱台湾是头一个国家的，咱会使去遐旅游的时阵，基本上就是干那咱台湾甲因两国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安尼这风险嘛是降到上低的一个程度啊嘛吼。啊，过来一点就是讲，因咱台湾知影，帕劳这个国家就是讲，因为伊是旅游为主的一个国家，啊，算讲因的这个海岛吼，200几个海岛吼，啊是讲若爱这个去畅水的啦吼，迄实在是足水的这个所在啦吼。啊，咱台湾即马一年吼无法度出国啊嘛吼，啊，算讲别的，算讲安尼遮久啊无法度去消套，啊，若有一个所在会使互咱去的时阵，我感觉这嘛是讲。对咱台湾人来讲是足好的一个选择之一。啊，上尾佫有一个意义是咧倒位吼，就是讲，因为咱这旧年吼，这个航班无法度安尼吼，就定期航班无法度这个停止了后吼，上大的问题就是讲，这个帕劳因的患者吼，因要来咱台湾成功病院来住院吼。足麻烦的，是，因拢爱安那呢？因拢爱坐包机啦。哦，这成本高。对，啊，成本就足悬的。啊，第二就是讲包机，佫是毋是讲一礼拜有4、5班的包机，伊可能一个月一班，还是2个月才一班尔。啊，但是这患者病情拢足重的呢，拢是 cancer， 啊，无就这个车祸了后爱手术的患者。啊，咱讲老实话吼，我感觉有时感觉这个足可怜的啦，这因的这民众，因为啦，因为你爱手术。啊，你无法度手术，爱搁踮咧因的国家的迄病医生踮咧休困，啊，等下有包机再使来咱台湾。所以讲，即边啊，这航班会使开通了后，啊，这个问题就解决啦，就使甲古早共款，因古早来咱台湾吼，就医足方便的，就是讲，伊就是坐这直航的飞轮机，吼，啊，算讲飞轮机起飞了后3点半钟，啊，就到咱的机场，啊，阮病院的人都爱去机场甲接，啊，就直接进入咱成功病院。立刻来对在大医，啊，就开始甲治疗。所以吼，对台湾也是对这个普劳来讲，拢真正有这个意义对，所以这个意义就唔是干那旅游的意义，啊，有在医疗、国际医疗。对，这就是咱联合国讲的嘛，永续能 SDGs，永续能源的一个目标，就是爱咱来会使互世界上每一个。吼，咱的这个世界公民拢有这个健康权的概念，就是在这个所在。所以咱看到吼，自旧年就开始咧讲，但是因为真侪这个因素吼，咱桃园病例吼，这个暴力病院，然后过去嘛有这个群组感染，其实这个咱若要去。这个普劳因进前可能嘛是会惊吼，但是即阵咱讲已经无社区感染，因为总统嘛有讲啦，咱讲吼真正欢迎咱台湾人会当去较遐，但是即阵吼有人咧媒体咧报讲吼，是毋是啊？即款的这个部分佫小可卡关卡伫倒位咧？因为这个采检这个方式吼，过去咱台湾是这个无要做咱讲的这个快速的这个采检的这个方式，但是即阵这个普劳嘛讲，咱都爱吼看有这个方式无，嘛是爱做这个快速采检的这个部分。但是中部长无安尼认为，咱先听安怎讲？为相片内底会当看到帛琉机场，这2天已经开始做防疫的演练，替台湾甲帛琉互通旅游做准备。台湾的旅客除了爱准备登机进前3天内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若到当地机场爱搁做一届抗原的快速体检，若检出来是阴性，就会当出关展开旅游的行程。目前他们还是规划用所谓的雅培的快筛试剂。做抗原的检测，
那基本上它的优点是只要10到15分钟就可以初步去判读，说是阴性或阳性。目前病流的医疗甲相关采检的工作，拢由台湾新光病院来负责，也有一个护理人员进驻伫咧病流。若是旅游气泡有顺利施行，4月份会加派医护人员去支援。新光病院副院长洪主任表示，病流的饭店甲餐厅等等的工作人员，拢已经做防疫的讲习，嘛准备好势。不过目前台湾甲病流对入境采检的方式，敢若也无共调。帛琉那天本来是有讲说要做抗原快筛哈，那我们是反对。抗原快筛那种伪阳性太多，那人到了场地，那有伪阳性，那整个把这个旅程都打乱了。我们还是要做 PCR 了哈。但市长强调讲，会甲帛琉政府持续参详互通旅游有路的部分。根据了解，帛琉为今年1月份开始，就开始做莫德纳新冠疫苗。若是以当地总人口数17000人来推估，按算4月底做疫苗的比率，就会当有50%，有群体的免疫力。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可能卡到咱讲PCR， 也是讲这个快速体检这个方式，咱讲双方这个认知也个咧做一寡这个技巧啦但是咱嘛讲到这个部分真正好来运用，尤其讲钱都开落来，可能真正这个团费啦5至8万，拢总有可能啦所以这个部分若是讲哇，真正去验到这个咱讲伪阳性，快速体检是伪阳性的这个部分，也是讲真正阳性，可能就乌有去啊。但是咱嘛免遐尔紧张啦，因为咱头拄讲到，普老即阵是零确诊17派这个人口，咱头拄嘛讲到4月底可能就5成的这个民众来去注射啦因接的是这个莫德纳这个预防针。另外咱讲这个目前普老对外籍人士入境爱14天的徛去隔离搁隔离检疫啦搁隔离7天，台湾人隔离5天就好啦即阵唔免用到这个居家检疫的这个方式用到这个通道的这个模式检化检验的这个定数啦嘛是爱团进团出但是这个检化检验的定数就是卡伫遮啦快速体检也好，还是讲 PCR 咱坚持啦可能是这个部分。咱先搁请这个主任安怎看其实这个咱会当出国这个是足好的一个迄个希望啦但是我是感觉讲，咱若出国去是爱快快乐乐出去佚佗啦，快快乐乐转来。但是若讲中间也有遮侪关卡伫个我感觉大家意愿应该是无遐悬啦譬如讲你著爱有请假几若工咧若讲5天检验5天，搁隔离5天。是。你本来你讲我去4天，搁加5天公司也是会当请假请遐久的安尼啦搁来就是你费用遐悬的时阵，一家若要出去3个人来讲，20几万可能意愿嘛会减轻。落地也有够深嘛对，搁我是感觉讲，咱若是要甲这病毒来要安怎来共存的时阵是爱有过来思考啦比如讲啦，咱若去非洲你一定爱注预防针是黄热病的这个预防针啦。是。你若有注这预防针的这个黄皮书的时候，你去到遐人就互你入去。伊毋是惊讲咱传去抓啥物入去，伊是惊讲咱入去染着因的迄个染着出来就麻烦。所以这就是将来看会当搁思考讲确实有影讲，即个预防针是有效的。你去绝对大家就免惊。除了你去到遐，也免讲爱搁检验啦，搁做啥物你搁爱遐侪代志爱关卡爱过的时阵。所以主任你的意思就是讲等咱台湾真正拢拍这个预防针了后，遐个人预防针这个证明才去，安尼吗？就是讲。这个预防针确实大家拢会当承认，国际会当承认讲，你有做这个预防针就无问题。你入来就也免检查，也免啥物，你就自由行。无你讲去到遐搁快速体检，还是 PCR 这个部分。对，你搁这限制遐限制，所以大家就讲。尼我去遐不如伫台湾就好啊。是安尼。好，安尼咱继续搁请教这个副院长其实咱头拄也嘛讲到 PCR 好啊，是讲快速体检嘛好啊，即阵可能卡伫遮，但是可能小可行会过啦但是这个部分是啥物咧？我想因为部长嘛咧讲啦，伊讲既然咱
台湾甲帕劳吼，若是讲要做这个旅游的这个泡泡的时阵吼，就是讲基本上爱甲伊的这个吼主格甲伊降甲上低啦吼。所以我感觉讲即马就是讲两边即马会过去思考嘛吼，就是讲即马的方向应该是两个啦。第一个就是讲。伊若使信任讲，咱在台湾这三工的这个阴性的这个证明的时阵，其实基本上应该是讲，咱到拍牢了后，就直接会使开始进入旅游的这个听数啊嘛吼。因为事实上，咱在出国进前三工拢严格。我头仔就讲，咱台湾即马风险相对是低，因拍牢嘛是低的状况，我感觉应该若使信任的时候，就是讲上好就去，都会使免。搁做这个快筛啊，拢免做，就直接入境，这是上好的一个做法嘛。是。第二就是讲，转来咱台湾了后，慢慢搁在居家，算讲检疫5天，嘛无需要，应该是加强版的自主的健康管理，安尼就使。健康管理5天了后，搁去验一下，若是阴性的，就是进入自主管理的这个 level。安尼这个定数，我感觉是干扰上少，嘛是较有这个机会，所以讲咱的这个民众出国的时阵，伊会感觉讲，安尼看起来就是讲定数较简单，安尼嘛在符合咱所谓的绿色通道，嘛在符合所谓的这个旅游泡泡的这个精神啦，所以讲我感觉这地可能是会使往这个方向两边过去参详者去思考安尼。OK， 咱就看讲这张图或者是检疫这个流程吼，咱若是要去普劳这个所在3天进前就是PCR 阴性。这个报告啦吼，你才去甲普劳当地。入境的时阵因即阵讲的是咱爱讲用到这个快速体检咱头拄有讲到是这个亚皮啦来去做一寡这个部分，15分钟其实都验得出来。但是中部长讲啥？这可能有这个伪阳性的这个部分啦若是遮真正伪阳性都卡伫遮，你嘛免团进团出啦，可能你就是卡伫遮，嘛会影响到规个团这个进行伫咧当地这个旅游啦当来到台湾呢，有人讲是毋是毋免这个5天的这个居家检疫就是自主健康管理加强版的5天也好，9天也好啦检疫结束了后，佮进行着这个 PCR 这个采检采检阴性了后该做是自主健康管理啦另外咧，咱嘛讲到这个班机真正莫坐满咱若是讲用着180个人的这个班机差不多坐7成的人啦这个700 56啦717 120个人但是伊颠倒这个成本最悬7成这个部分，真正大家有要去无第一就是咱讲的，咱讲体检的这个部分即阵可能搁卡伫遮第二个部分就是讲成本伤悬继续咱请教资深导游啦有看好啊无？就是讲咱讲看要去跑到这个国家佚佗，这是一个指标。指标赞。我因为咱也讲实在有这个概念是上好的，因为咱规半当无出去啊。是啊。就甚至有人讲我要当出去，那有一个现象，咱即摆看到讲要去遮，我该去检验，去团费即嘛，从本来变4万，变到7万至8万。咱就要开始考虑，因为咱即摆甲考虑，搁甲想，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起点，是个指标，是好的。但是阮旅业无看好这个团费伤悬啦。OK。第一个，你加用遐麻烦以外，过来有一个现象，我若总讲一个采检，这团咱总讲咱30个，来去欢喜，一个钓去30个拢，毋是甲你一个人管安尼呢，是十去30个拢爱钓了。是。好，这个现象有一个现象，开始就讲，我即摆落去这个要去佚佗，我开始这个国家是足水的。但是咱来看咱来看，咱以往疫情之前，咱去巴老去佚佗的人，咱国家出去佚佗，一年加是1万2至1万5个人。13000啦，差不多。对，13000几个。是。你甲想看卖，咱即摆甲开放讲这是一个海岛国家，我即摆开8万要去巴老，像人讲，毋敢若平哦，根本差不多，来甲垦丁排名也是差不多，但是我开得侪钱，我一定考虑。迄个 CP 值啦，迄个 CP 值就降低啊嘛。旅游的人佫上惊麻烦。我真正明佫检验，那个你现在我才算欠这，我才食现在我旅游的一个现象讲，我无来遐看看嘛，袂歹，遐毋捌去，无来去遐看看。但是你讲到这个国家，这个巴老这个国家，咱有一个现象，爱去曝日，爱去耍水。你要耍水的人才有，但是咱即摆有一个现象，我即摆3月份你若讲开放，咱会当旅游的年龄层从后开40岁至70岁，40开始至70，就是有这个经济能力的人啦。你才通法度去，可问题到这个时阵呢，看到日头遮大，我嘛是摇头啦。你要叫我来去唱水味、看海堤，哇，要想
也是卖较好，也是来顶头看卖，像讲哦，迄个干贝啥，你啊唱水味，你看哦，迄干贝遮大地，你毋捌看过，咱一般拢看到遮细地，看到遮大地。是。吼，啊，你即徛迄个就迄个海堤河，看到海堤，敢若迄个小动物咧，你了够水，这个地方会使无问题。但是咱旅游业变到无看好这个所在。OK。伊无看好这个所在是讲，这个所在因为伊甲咱台湾的共中性相共啊。相共吼。对，我甲去垦丁，我嘛使找唱水味去，参水站去看船哦。我来去朋友，我来去浮潜，我来去游水，我来去做六甲伞，拢有。但是这个现象变到，这是一个起点，但是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咱也希望讲，来利用安尼，会使搁较含各个国家来看无 ？OK。哦，来日本、来韩国、来香港、来新加坡 OK。可以无？这个是一个起点。相信这个日本可能是一个指标吼，但是日本这阵嘛是真严重吼，这奥运都可能办袂成啊啦吼。所以讲，但咱你个想讲，旅游吼，毋是讲必要的，毋是讲咱必要，毋是嘛是讲需要。我万一个咱再来去啦，较快状况较好，咱再来去。无必要搁开这条，大条讲冒着风险讲，连咪去，连咪一个钓了后，咱钱拢袂当退，你去共坐一半要安那？就造成咱旅游业，你会记吼，拄我开始讲禁止所有飞行机袂当出去的时阵，阮啊旅游业一讲到处理退票，退票还钱的，搁扣掉遐。也是讲这个行程已经去啊吼，治着病啊是安怎，还歹处理啦吼。转来你要安怎甲处理 ？OK。你保险搁甲你讲，保险搁甲你讲，伊无赔哦。这个遮大条代志，你为什么要去？咱国家公布，所以讲咱即摆吼，有这现象，咱的国家防疫中心，若讲了好，甲别人讲了好，会当轻轻松松，会当快快乐乐，咱讲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来。这是咱双旅游的上主要的方式。是，所以咱讲吼，虽然这个资源真济吼，咱讲吼，葡萄牙真正，咱讲吼是一个海岛国家吼，头拄仔这个导游讲着吼，亲像要去看这个梯这个啦吼，无毒的这个梯啦吼，还是讲去看这个长站也好啦吼，3尺至2千尺这个大长站，另外咧牛岭区吼。伊嘛是这个过去吼，这个火山吼所喷出来这个火山灰啦吼，那么看到讲长时间吼，安尼豆豆形成，咱讲这个牛奶色的这个污水，啊，另外咱讲吼干贝城吼，有上百粒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干贝吼，是一个非常吼值得吼，咱去遐畅水的，但是头拄啊吼，咱讲的这个人数，那是13000外的人吼，一班咱的这个班机甲算起来100外的人，安尼。班厝也袂济咧，袂少咧。像我即摆就是惊讲，就很想讲，即摆吼开始头先兴兴啦，后壁变冷冷，出去安尼这袂使，安尼袂使先，转来反应了，一个报一个都无样。系啊，一个好，但讲一个歹，一个讲歹，我后壁就规个讲可能即个跑到旅游，甲一个月就翘去啊。你若完全设备状况好的时阵，甲遐麻烦的所在拢解决啦。哇！你甲讲，毋是讲啦，迄人毋是国家的，因为无对小道，像咱头主持人讲，无对小道只有这个国家通啊小道。我无来看，毋捌去，毋捌拍过日头，咱嘛来拍个迄边日头，八万都要开了，对啊。OK， 咱继续讲请教副议长啦吼。头拄啊，这个两位来宾有讲到因的这个烦恼的这个所在，但是咱安怎去应用？我应该来讲，我其实我去拍楼已经有3、4摆的这个机会啦吼，有一摆甲蔡总统去嘛吼，所以因规个国家的一个状况吼，应该算有一点点了解啦吼。我是感觉讲，因为事实上吼，伊就是因为。就是讲，因为虽然是一个海岛吼，拢是水上的一寡活动吼，但是我是感觉讲，若是对咱足久无毋捌出国的人吼，去遐一开始吼，真正会足兴奋的吼，尤其是这个飞行机一降落了吼，迄个碧海蓝天沙滩呐，碧海蓝天沙滩，迄实在是足水的一个所在。像主持人你头在讲的迄个 Rock Island 吼，洛克群岛吼，对，我这个主。顶头的这就是 Rock Island 的这个群岛吼，这本册是啥吼？这本册就是讲，阮成功病院在拍楼已经13年啊嘛，所以阮甲这13年来这医疗的故事拢写入去这本书内面。吼，这本书的这封面吼，就是用这个 Rock Island 做因的一个标志。嘿，因为因国家最主要就是吼，以这个为因的标志吼。你会使去看吼，这个 Rock Island 这个所在实在是足水的一个所在，然后当然就是讲。
对咱台湾人来讲吼，若是少年的啦，还是这个蜜月吼，度蜜月吼，我感觉若是度蜜月，啊是讲这少年的要唱水的吼，啊拢是足适合的啦吼。啊，若年纪较大的人来讲，去遐有影可能有一点仔感觉拢是水上的活动，会较无聊一点点仔啦。啊，但是吼。啊，就是当做趣味，唔捌去过吼。惊大这个。嘿，大家吼是讲，台湾人咱一个人去一摆吼，啊，迄安尼就伊的旅客就会使加足多。啊，我最主要就是原因就是讲，因为咱去遐佚佗，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头仔讲的，因为咱有大使馆迄个所在。OK。嘿，啊，咱的旅客去遐吼，拢会去参观咱的大使馆，你知道？啊，拢会去大使馆遐去翕一张相，伊咱嘛知影讲哦，啊，这咱的邦交国吼，啊，这就是一个所在，啊，这嘛是一个景点的吼。啊，过来就是啥，就是讲。咱去的时阵有成功病院，吼，伫咱的协调里，像咱的医生，吼，啊，咱伫因的拍楼的国家病院内面有咱家己的人嘛，所以你若踮遐，若有一点仔，算讲，若是讲伫迄病，吼，即个无爽快的所在，啊，有家己人伫遐甲你照顾的时候，你嘛会较放心嘛，吼。所以我想讲，当然就是讲，啊，过来吼，遐有一间饭店吼，叫做迄个迄个吼，就是咱台湾人去开的即个拍老的即个老爷酒店嘛，吼。啊，这个酒店吼，算讲伊是吼足水的一个酒店吼，因为伊是五粒星的嘛吼。啊，你看吼，这个拍楼这个老爷大酒店，你看吼，这是酒店哇，这酒店。啊，你看这是碧海吼，碧海蓝天沙滩，吼，碧海蓝天沙滩全部都有吼，碧海蓝天沙滩。所以你会使去看吼，若有机会，然后来住这个饭店吼，啊，踮咧遮吼，会使踮咧唱水啦吼，啊，会使踮咧这沙滩休困，吼啊，较享受一下这个人生吼慢活的生活。我感觉嘛是真好的一个选择啦。是啦吼，头拄仔咱讲着吼，要去这个旅游的这个族群吼，真正咱讲系哈尼姆的吼，有人。这两档咧结婚，无法度出去的，啊，有的人也袂去吼办登记，因先请人家俩啊，即阵因为要等啥，就是要等迄个婚假吼，8天至14天，啊，有人就是等这，啊，即阵可能有这团的。对，我感觉像若是要去哈尼姆的，踮咧遮就真适合吧。是啊，因为我特别去拍楼的时阵吼，在飞机顶头拢会拄到2、3对都结婚的这个新婚的这个翁仔某。去遐佚佗啊！啊，大家转来是感觉拢袂歹啦吼。啊，但是我是滚床笑吼，5天是拄啊好啦。啊，伤久是真正可能开始无聊，有一点仔无聊。啊，但是5天是拄啊好啦吼，啊，就去遐小消遣一下吼，啊，去看，啊，我感觉是足趣味的一个所在啊。是啦吼，咱即阵就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普老这个风景到底是如何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吼，真侪这个立法委员也好，还是讲吼，这个政治人物吼，嘛有咧关心即地啦吼，就是惊讲吼风险吼，可能也是有的，先做来看。天然的美景配那天白云，行程当中还佫会当畅水味，甲海底近距离接触。外交部伫今年1月份去帛琉参加新任总统就职典礼的时阵，邀请国内旅游业者做伙去帛琉先看卖，甲当地官方单位交换意见，嘛考察观光的景点，规划未来可能的旅游动线。第一天其实是落地之后，我们还有进行1天的隔离，然后之后第2天其实我们是有一些会议，然后第3天我们才有出海去采访一些比较户外的水上的体验。全程其实我们都是佩戴口罩的，然后每个地方就是都会有很严格的就是消毒，然后甚至我们在旅馆的时候是有专门的电梯通道。业者表示，疫情了后旅游形态会甲英国无共款，为了甲防疫做好好，启动旅游气泡了后，出团规模会先较细，人数控制伫10个人以下。专程是采用团进团出，嘛会甲当地居民保持社交距离。若是加上防疫的成本，未来团费一定会跌得起。顶日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台湾帛琉的旅游会采用绿色通道的模式来进行。采备部疫情指挥中心甲外交部交通部讨论较有路的部分，所来安怎来执行，嘛伫咧立法院加做质询的焦点。如果顺利的话，大概什么时候会开启？跟委员报告，我们还在跟帛琉在谈论当中。我方要基本上要怎么做那跟外交部跟交通部来做沟通，那余下就由交通部跟帛琉来做沟通，基本上朝着没有居家检疫的这样方式来做。根据旅游业者掌握的信息，未来台湾甲帛琉互通旅游，嘛传出航班禁止坐甲满，上侪坐7成的人。逐礼拜会当飞的航班，业者是望逐礼拜8班的飞行机的扣打拢会当飞。不过确定的方案内容，还佫有启动的时间，还佫会当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记者综合报道。现在看这风景真正有影水啦吼，但是这个转来了后吼，真正大家会惊吼，无论是伫
拍老才会惊吼，就是讲哇，回来台湾可能检验，治着病啊，也是讲咱去遐头拄仔讲的这个贵阳性的这个部分吼，所以咱回来这个部分5天至9天啦吼，就是这个咱讲的这个5天加强版的这个健康管理，啊，甲9天的这个一般自主健康管理啊吼，这个是咱讲的是即阵可能会采取的这个措施啦吼，咱讲的这个部分吼，咱继续搁请教这个主任吼，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这个伫遐佚佗了吼，真欢喜回来。啊，但是若是真正有确诊啊，还是讲迄个验出来有啊，啊，买手要安怎？其实免讲确诊啦，吼，我定定出国去阮迄落义诊啦，吼，啊，有时拢甲一个义诊的团体出去，拢是去较落伍的国家。啊，但是你若出去的时阵吼，大家拢足欢喜嘛，吼，啊，足放轻松去啊，就安尼，有时会。算甲拢毋知人去啊，足忝的啊！即马到要转来迄天，就有几下会发烧。哦，啊，你若咧飞机顶发烧的时阵，咱真正转来要安怎？咱真正转来要安怎？吼，你来一定去用讲哦，爱检查了无 ？OK。爱检查了，其他的人是毋是？迄检验的迄落结果还未出来进前，是毋是拢爱等于爱迄落隔离啊、隔离啊？所以迄个会影响规团嘛，是，毋是干那影响一个人。所以这有法度通克服无？这是我是感觉讲，这嘛是咱迄个政府爱思考的所在。是，毋若讲这个咱讲义诊的这个部分，出去佚佗，就有影这个有当时食袂下啦吼，对这个落屎，也是等等的这个问题啦吼。但是若是这个食袂下，若是有落屎这种状况。啊，其实这个导游嘛是会惊吼，尤其咱讲即阵阁是 COVID-19 的这个期间吼，你安怎看咧？一般吼有一个现象啦，咱若旅游中讲啊要转来时阵，咱即马机场拢有一个热显像仪，对无？啊，你若发烧，你就当去边啊。好，即马阁是这个 COVID-19 的代志时，你发烧，我讲迄是更较严重的代志，因为你毋知到底你是我是拍巴肚，还是我感冒发烧。我讲这个都是当做你拢有着，拢爱隔离。拢爱嘿。啊，有个现象就讲，咱即摆咱有咱的旅游人，迄游客就在头一步。头一步，我不爱讲。啊，那头一步，我不爱讲。啊，无啦，紧嘞，我感冒药、发退烧药先食咧。吞了。我转来无看。啊，转来我拢无，我来讲空空转来万一你毋知，你第一个咱毋是专家，有这现象你无去快筛，你是COVID-19，还是讲你是迄落感冒就发烧？是。啊，有一个现象你要安怎？结果你一转来，你泡退烧药也食了，我无感觉啊。啊，等嘛转来，咱去佚佗转来，退烧药也食了，回零机条检无，啊，即马落来到咱的机场，嘛无，转去有咧。OK。吼，那代志不是像咱个布头一个添点一个，当然迄个那群体感染是咯，迄个问题，因咱第一个人一定自私。我无可能讲啊，我即马检着我，我即马小可发烧，啊，我若讲着，大家拢袂当当算我的呢。吼，甲我这个财团的惊着惊是害啊！即马规定啊30个讲伊有发烧啊，这30个去住饭店的，毋是讲即个安尼呢，是大家拢爱去的。所以我这个部分，咱较像迄落医师讲的讲，一定爱去做一个防疫，叫一个检查，安那去解决这个问题。好，万一这个时阵讲，不管你是胃阳性，还是讲你是发烧感冒，这个代志都是，这个代志袂使讲生笑，对啊。啊，因为这一人着是100人着，100人着。啊，然后你要去控制这个代志，咱交通部观光局，咱咧去思考讲，万一安尼状况之下，是要安怎解决？是，咱想看过去啦吼，这个旧年的时阵，咱的这个远洋的这个这个军舰吼，来甲这个拍老遮，迄当阵咱转来。小连续几啊例啦吼，啊，但是迄当阵大家讲啊，拍老遐就是零确诊啊，啊，但是等下甲遮咱验着真济，到底是倒位画着拢毋知吼。但是买手，咱嘛看到讲是零确诊的这个拍老，啊，甲咱遮尾啊拢总吼和平无代志啦吼。但是尾啊，迄个代志就是半年了后，迄个部长有确认，就是讲是咱的人踮咧咱台湾已经验着再去拍老的。是，就是这款因素啦吼。但是迄当阵拍老嘛是真惊，嘿，啊，若是佫当着咱讲吼，真正。伫咱遮吼，真正是伪阳性，还是讲阳性去到遐，啊拍到吼，真正开始佫有确诊的这个案例，要安怎？无啦，应该是安尼讲吼，咱去年3月的时阵，阮成功病院就是伫拍老，甲做一个迄个 P2 的迄个 COVID-19 的迄个
迄个实验室啊嘛吼，所以因即马因的国家因的迄个实验室有即个检验的能力，所以咱的即个民众去遐，若真正讲有怀疑啊去做 PCR 检测的时阵，因为咱成功病院咱有即个医师伫迄个所在，咱就会使去甲做一个较正确的一个采检嘛吼，所以我想这10个就是会较放心的所在嘛吼。啊，我头仔嘛讲的啊吼，因国家的即个拍楼的即个国家病院，因其实有5-6间的即个负压的隔离病房啦，所以因有即个隔离的病房的时阵。但真正讲有人吼需要隔离来治疗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病，其实嘛是有这个能力会使去做，所以这我想大家去就会使较放心的所在，就是这个所在。而且这边开放这个旅游的这个铺位时阵，伊嘛有在考虑讲爱买一个较费用较悬一点的这个保险啦吼，为什么？这个保险就是买讲。真正讲，若是爱后上转来咱台湾，会使 SOS， 会使做这个 SOS 这包机转来，啊呢，我想这拢爱做一个准备啊呢，所以大家去都免较惊吓啊。OK。听到咱来讲个买保险落去，迄同样可能搞到保险的费用的，如果行起来，这就一个现象，咱种吼，这旅游吼是无必要的，唔是讲无必要，唔是需要的。你若讲啊，我无咱卡完才来去。啊，卡完才来去有一个现象，大家疫情拢稳定啊，咱来去参加这个，咱有刚有去个价值，我即个叫我开10万，佮冒你个风险，佮保险还佮要较悬呢。那这个是，咱的游客看到这个数字，佮看到这个规则，我讲一定会一定拍。一定倒退路啦。是啦吼 ，OK， 咱讲到这个市场吼，大家嘛真欢迎吼。那是真正台湾甲普老会当吼打出这一步吼，相信这个全球的这个社会拢看伫咧眼内啦吼。两个防疫国家吼，真正拢是模范性的这个部分吼，所以咱嘛看到讲过去真正台湾帮站这个普老这个医疗这个部分真正真济啦吼，就是成功病院和因有这个卫生合作的这个计划啦吼。咱嘛讲吼，过去咱派真济这个医护人员吼，拢是住伫遮啦吼。啊，普老的这个需求，也是讲有行动的这个医疗团，啊，咱台湾吼嘛过去吼真济重症的这个患者嘛接受到普老这个病人啦吼，所以咱看到讲成功病院真正吼徛踮遮做真久啊吼，啊转机吼转进来台湾吼3127个人吼，啊疫情吼因为这个航班长期啦吼，咱真正希望讲真正会使透过这款的这个部分啦吼，啊买当吼协助因来去拍这个预防车等等啦吼。咱头头讲到吼是真济这个市场的这个部分吼，所以咱个请教这个 Jerry 吼，咱的第4位来宾吼 ，Jerry 你来讲一下吼，其实咱讲吼你进前伫咧普老做外交官啦吼，咱嘛讲到咱伫遐做外交的这个风险真济啦吼，啊你过去伫遐看到讲哦，因的这个医疗设备吼，成功病院伫遮出真济，啊但是即阵咱嘛惊吓讲哦，这个可能。伫咧风险头顶也阁是有诶，另外就是讲吼，这个对咱诶这个市场诶这个开放，拄则有来宾讲，可能无遐尔乐观，但是对政治上意义阁是啥物咧？嘿，我首先爱先甲咱这成功病院这安徽就先致敬一下，因为这阮过去阮大使馆吼，伫帕拉吼，阮上界大诶这个帮手吼，就是星光医院啊，就是遮尔侪年来吼，啊对帕老啊对咱台湾的外交安尼来付出吼，安尼阮拢非常的感动。其实咱这整个国家帕老差不多应该是有7成的病人是转诊到台湾来嘛。4千几个单位病院大部分拢是到这成功病院啦，所以阮过去伫遐嘛，定看到这安徽的吼，带医生啊，带护理师来到帕老来帮忙啦吼。啊，即摆即个时机点其实真特殊，因为第一吼，帕拉到即摆阁是即个零确诊的国家，所以因的即个风险评估嘛非常的谨慎啊。莫讲咱台湾人想免过，因家己对即个是要开放还是莫开放，因家己嘛是非常的细腻，非常的谨慎，因为伊即个国家全国单有一间病院尔吼，所以若是正经有一个，咱讲即个ground zero，若是正经有第一个吼，即个确诊的即个案例吼，伫帕拉其实因要处理是非常的麻烦。其实伫过去吼，即个伫保留要做即个快筛嘛是咱即个成功病院即个吼来合作啦吼，所以这因家己的政府对到底是要开放，因其实是非常谨慎。啊，第二点是讲吼，
帕劳这个国家是高度依赖观光啦，所以伊差不多有9成，咱讲这经济的 GDP 是靠这国际的这个旅客到帕劳来佚佗嘛，这9成的 GDP 是靠观光伫过去伫这个疫情发生正情啦，有一半的人客拢是为中国来第二嘛是日本啦，咱台湾甲韩国差不多排第3甲第4啦，所以即卖咱台湾因为这个疫情非常的这个成功嘛，所以咱台湾会变做即卖伫保留全国唯一一个因看会到的这个外国的这个旅客到帕劳来佚佗啦，所以这个外交上这个指标性意义非常的大，但是嘛爱去考虑到讲，咱即摆帕劳这个总统，伊是打就任尔这个总统，因为过去来讲，这小雷总统伊前后差不多做16年做4届啦，即摆这个惠恕仁总统伊是新的当然过去有人讲伊是毋是较中国行较外，这阮都毋知影，我嘛袂晓去评论。但是讲即摆伊当就任做总统，伊即个会当讲非常重大的即个政策，伊一定会去想讲，伊要安怎甲即个部分变做伊家己即个政策的加分。OK， 所以伊会去安尼去做考量但是我这阵子我非常侪朋友伫帕劳因做导游的，咧开饭店的拢非常的兴奋的，讲是毋是看当时会咱看到咱台湾人去遐来佚佗安尼对。所以咱嘛看到讲真正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意义，还是外交上的意义对台湾来讲确实嘛是真重要所以有咧拼济啦但是咱嘛讲到昨嘛出现着去越南咱台湾一个这个民众买手去验到这个是阳性大家有人咧讲哇，台湾你就是输出输出的国家，只是你这个采检的方式可能是验袂到啦这个副议长，咱安怎去解说咧？应该毋是，伊进前咱嘛即地嘛拢讲过几落摆啦因为伊有可能就是讲检验的方式啦第二就是讲有诶是讲去到迄个所在了后，是伫飞机伊也是讲去到遐再个去因咧带做阵的时阵再个去验着的嘛但是因为我有讲过，你若是讲国外有这个状况，咱本土咱的社区无可能讲拢接病症嘛所以我想讲，迄拢是个案的一个状况。咱之前嘛讲过足侪例这种状况，我感觉这是应该风险毋是较悬啦所以讲我头下要讲的就是讲，因为阮成功病院踮遐做这个医疗的部分其实我举一个这个小故事就好这个医生这个唐医师伊就是阮有一摆派伊去这个帕劳这个所在伊去转来，伊甲我讲伊做一个医生伊讲患者咧倒位，医生就咧倒位伊讲咱台湾这医疗的设备较好，对毋对结果伊去帕劳这个所在，伊发现讲哇，遐鸡丝头啊拢无法完整就是讲，但是呢，在足困难的状况之下，伊嘛服务足侪这皮肤科的患者，所以伊讲伊去2礼拜，伊找回医生的初衷啦，找回他医生做医生的迄个本性底下找到伊迄个灵魂就对所以这对于一生的影响足大所以我估计的意思是讲，咱台湾这个医疗算讲较发达的状况，咱有这个能力会使帮助咱的友好的这个国家，甲因的医疗做好，我感觉这是咱台湾人的共赢啦尤其是讲帕劳这个国家其实恁可能唔知了解，就是讲，其实因的健保就是阮成功病院咧甲办的呢。因为因的患者来阮遮住院伊是免付一角银啥讲？因为伊的这个医药费80%拢是因国家的健保局直接付钱互阮成功病院。20%的部分负担伊家己付互因帕劳这个国家，所以基本上伊来咱台湾成功病院来看病来手术。所有的医疗费用，伊拢免纳，伊就签字就好啊。所以讲，为什么即马一年有就是讲在未有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疫情进程，一年上高峰的时阵一年有300几个人，拢住在阮成功病院在医疗，住到尾其实人多了都有一个足趣味的现象啦，就是讲连因这个病院附近在卖槟榔，因为因这个帕劳这个国家的因的这个居民就爱食槟榔的连即马在阮病院附近有在卖槟榔，下面都有英文写槟榔啦，所以讲就是住院住到哇咧，大家附近的人拢知影讲这成功病院常常有这外国人会来遮住院就写这槟榔所以讲我感觉这是一个
笑可的代志，但是要甲大家讲，其实咱对新冠病毒对这个拍楼这个国家因的医疗的帮助，确实是有影吼，咱讲是有影是看会到的所在啦。是啊，吼，咱讲到台湾 can help， 那过去伫咧催炎吼，其实新冠病毒做10外冬啊啦，13年啊吼，遮尔久长的这个时间嘛，吼咱看到咱讲吼，这个医疗台湾这个实力是伫倒位啦吼。但是咱即阵嘛来看到讲吼，啊虽然台湾医疗真好，啊但是讲吼，这个预防线这个部分啦吼，到底有做过还是无拍过啦吼，还是讲你要吼真正有预防线这个护照也是无啦吼，还是你要去出国吼，国外一个这个行大一个证明，到底咱台湾是有一款这个护照的这个三星也无。咱们看到讲吼，中国吼因即阵有咧杀啥物，杀这个手机啊这个 app， 然后你若是做过些，还是讲吼有得到病，还是啥物这个部分，拢会当提出到一寡这个健康的这个证明，表示咧中国吼想要伫这个咱讲 COVID-19 这个疫情下吼得到啥物啦吼，咱嘛做一个报道，先做来看。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健康码国际互认倡议，推出中国版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电子文件。中国表示，推动世界经济甲跨境人员往来方便，推出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App， 讲是中国版的疫苗护照，显示持有人的核酸、血清、IgG 检体检测结果、家族疫苗正进行信息，用印刷本提供各国验证。对中国所使用机制，台湾是不是要使用，引起大家讨论。国际的旅游协会的 IATA 他们也有另外一套标准。那现在中国这边也很有企图心的，有推出了一套他们自己的标准哦。那台湾的部分，我们当然都会在针对目前的各项标准都来做研究了。另外，香港开放做疫苗，新增加老师、司机、餐厅员工等7大族群，有要做科兴、复必泰疫苗，不过传出有不良反应。科兴疫苗已经出现第3件死亡个案，复必泰疫苗也第一摆出现，做了后无数次入院，引起香港人烦恼疫苗安全性。喺未有足夠第3期數據，不論你係咩疫苗，阿斯利康好、科興好，都應該要停止嗰個群組嘅接種，直到係收翻足個數據先做。後睇下咧，就係譬如你整體上嚟講，疫苗嘅接種咧嗰個效益是否係大於風險？咁就即係呢一樣嘢就係嗰個判斷嗰個嘅即係原則。香港人關心疫苗副作用死亡個案，也何做疫苗為初期嘅超過9成，6到7成2。香港民主黨政府本屆安排老大人做科興疫苗，不過港府強調會檢視相關個案是唔是甲疫苗有關聯性。港府設備暗時也向封鎖檢查處嘅大樓，強制檢測差不多500人，無發現確診個案。記者綜合報道。雖然即陣吼是用這個隔離的這個方式，也是講透過這個檢驗方式啦吼，來去取代掉這個拍這個預防針吼。即陣也無等甲這個預防針開放吼，上緊嘛到後禮拜3吼。啊，這嘛是咱講國內這個政黨差了真加緊吼。繼續申請到這個 Jerry 啦吼，咱就講吼，這個預防針這個部分啊，是講吼預防針這個護照吼，咱台灣人若是要登記來去做一寡這個國內國外這個旅遊啦吼，其實這個在野黨吼，可能也有一寡這個看法吼。啊，咱吼若是講真正吼。台灣甲這個拍佬是第一步，這個長期來講啊，這個國際旅遊，咱台灣政府佫欠啥物？我感覺是講要甲這 SOP 吼先建立起來，因為拍佬這個國家，伊雖然近班機嘛有直飛，但是伊上介大的困難是講，伊這個國家伊的醫療的這個能力建構有真大一部分是咱仰賴咱新冠病毒甲美國甲日本啦，所以到時這個班機要安怎坐隔離，因為其實伫過去這個班機吼，為這個台灣甲帛琉吼，每禮拜這個班機是非常的搶手，定你買機票攏買無吼。啊，即擺因為你閣要坐這梅花座嘛，所以你班機嘛無啥夠吼。所以上較大的困難是講，伊這個病醫本身伊醫生的人數都無啥夠，這個護理師的人數嘛無啥夠，要機械設備吼，這個都無得甲台灣比嘛。咱講台灣其實有一寡狀況是有可能這個咱講偽陽性啦吼。我講吼，若是正經吼真不幸哦，咱講有一個案例吼，有一個確診吼，為台灣去拍佬吼，啊這個部分是毋是對於咱台灣這個甲拍佬這個邦交，是毋是會為加分變減分？這阮嘛毋知，因為咱即擺規個拍佬因是一個非常樂天的國家，對台灣嘛非常的優勢。但是若是講即個物件進攻即個廣州真正有去發生吼，我感覺這嘛是有一個
外交上即个区上哦，爱先去想，所以讲第一步都是即个 SOP 先建立起来，啊，看以后咱讲去日本、去新加坡、去韩国吼，即个 SOP 哦是要安怎做？我感觉这是爱先去思考的代志。是啦吼，咱就是惊拍破即个吼，真正若是第一个案例，伫咱讲台湾甲普老即个咱讲旅游的即个气泡来甲产生吼，可能对即个外交上的即个意义，佫是另外一站啊吼。可能你即讲，你去遐去耍水吼，你敢莫挂喙烟？你无可能去潜水挂喙烟嘛？因去浮潜去钓鱼啊，挂喙烟嘛无可能嘛。我有听一寡朋友伫遐，因讲，奇怪，因讲吼要开放台湾的即个旅客到迄边去，啊有相关人员的训练吼。跟他嘛无讲就扎实，因为因其实是一个就乐天就比较较放松的一个，较乐观的国家啦。啊，所以讲吼，即个相关人员训练，包括你这台湾这导游吼，其实我咧想，这若是讲咧开放，因为即摆有真侪台湾的导游伫当地吼，因为过去这几年哦，拢先暂时倒来台湾来放假，啊，即摆因为佫有生意通做啊，可能佫有这台湾导游佫要过去啊，开始要上班啊，啊，这台湾导游到底是伪阳性还是阴性，我嘛唔知对唔对？啊，但是你开放你一定要有真侪导游啊，有真侪伫遐咧开餐厅啊，开旅行社吼，旅行社这拢爱重新恢复来上班啊，所以我讲吼，这其实去。对帛琉这个防疫能力建构，我感觉是一个挑战啊。就是咱袂当讲去轻忽的啦。真正哦，咱讲吼，这个所有的物件拢爱做到上好的这个准备，尤其过去已经停真久啊吼。所以咱讲吼，虽然即阵咱讲有的这个团费可能要去7、8万吼，但是有的人可能也是会去啦吼。啊，若是一个礼拜吼2个航班吼，虽然因为讲要变这个8个航班吼，逐个月吼，若是2个航班来按算吼，差不多是800个啦吼。咱另外看到讲吼，真正是团进团出。啊，拍到讲因已经准备好吼，咱嘛是乐观来去看待啦吼。但是有的人也是讲吼，可能是这个成本的这个问题吼。8万块吼，真正是有的人啊，这2个月这个薪水去啊吼。啊，另外就是讲这个团费伤悬啊吼，等等的。所以咱头段嘛讲吼，真正若是这个拍破吼 zero 这个部分吼，真正对台湾可能嘛无遐好啦吼。继续有请到导游啦吼，若是真正安尼啦吼，真侪人准备搁要去这个咱讲普老吼，搁去探生活啦吼，要去做一寡咱讲介绍小解这个活动吼。自你安尼看吼，你一般熟悉若是有过去走这团的人。这个意愿偌济？意愿哦是有啦，因为我讲这无算样，因为阮的同业哦，不管伊迄种引摆你别人迄边做，不管做导游，不管做开餐厅、开饭店、做旅行社的，即马拢无头路，倒来台湾，倒来台湾嘛是感觉无头路，总是嘛是爱过啦吼。总是讲即马有一个现象讲，我别人我会当开哦，我嘛想要倒来迄边看卖啊。那迄边就讲但你因摆拢伫遐做，但即马好不容易讲你当半了，即马佫有现象讲，我会当倒去我原来所在去做工课，会使恢复因摆方式。你甲想，大家意愿一定有啦。咱大家意愿一定有是，上主要咱头讲的就是咱的外交Jerry 讲的讲，咱有一个 SOP， 吼，正经才讲。咱即摆遐人要转去，是毋是还佫隔离或再创啥？像咱头咱的新光北副院长讲的，遐有新光北伫遐，甲咱做欧演的，伫咱做咱的科所做屁股的，咱会使放心无毋对。但是咱讲这无算啊，咱嘛希望讲早像阮的旅游啊，早来遮会当发，甲别人即个旅游做即个。一个指标性，对规其他国家，你看阮甲伊好都无问题啊，我嘛使甲你签嘛。所以嘛是要有信心嘛。对，所以我嘛讲乐观其成，但是咱爱甲讲咱防疫个部分哦，爱甲做好。啊有一个完整个配套，哦，甲恁讲像咱头讲一个，迄个国际国际运输迄个行业迄个，IATA，有一个规定，你嘛无迄个疫苗护照，你无法度去坐飞机。是。伊就来规定安尼时阵。比如咱若无开始用控制的方向开始行的时阵哦，咱会落后人家太多了。OK， 咱卖吼真正落后真济啦吼，所以咱讲吼，真正这关若是大会过啦吼，啊讲未来预防线嘛是当之外的话，吼对台湾这个咱讲前景也是有的吼，大家嘛是要有信心啦吼。但是咱看讲吼，这个真济吼。
专家吼，医师安怎去看啦吼，就是讲葡萄已经开始注意风险，咱也未拍啦吼，这是大家这个烦恼的这个所在。另外这个吼不一定就是咱家吼，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伊是讲啥，所有国家入境葡萄拢爱做这个居家检疫14天吼，但是咱讲吼对台湾来放较宽松的啦吼，葡萄的这个旅游路线吼，其实唔是甲这个当地人有接触啦，无一定爱严格隔离啦吼。先然后做这个，咱讲无甲当地人有这个完整的这个接触，请这个对。头拄仔咱有讲过吼，因为即边咱即个旅游即个泡泡来讲，就是讲第一，咱是敢若就是讲7成的即个飞行器安尼坐，而且吼团进团出，去每一个点吼，拢有法度掌控甲即个控制啦吼。而且就是讲因的人甲咱接触的即个过程中间吼，嘛拢会遵守即个防疫的一寡规定嘛。所以我头拄有讲，因即马开始有在对因的即个餐厅甲饭店的一寡人吼，去做一寡迄个讲习，互因了解讲防疫要安怎做，爱注意啥物代志。我想这拢是咧避免即个吼旅游泡泡产生破口的一个状况啦。OK， 卖有这个气泡吼，拄到破去哈。所以讲其实吼，我嘛是讲。有一点仔期待，但是有一点仔烦恼，就是讲，因咱这是头一波嘛，吼，头一波一定要甲一炮而红，甲做好水开。为什么？伊这后壁佫有第二波甲第三波嘛，所以我即摆嘛是有时仔嘛是会紧张讲，这，但是我想咱爱对咱家己的防疫有信心，对拍牢因的防疫，咱嘛爱有这个信心。我想咱大家拢有信心的时候，应该这个代志都会使成安尼啦。是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即阵观光局吼，除了葡萄以外，咱讲到这个新加坡、越南等等这个国家吼，拢有可能来去做吼。另外，这个咱讲旅游的这个气泡啦吼，都望讲哇，这头一波真正吼做甲防疫吼，做甲真顺势啦吼。咱讲葡萄价吼，买当吼继续维持这个零确诊，所有的这个行业讲会当过去遐做一寡这个生活吼，趁食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四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看，咱马仔再会，感谢多谢。